李素秋，你到底是咧变什么梦？拄则若毋是我出手，你早就无性命，你知无？哼，你就是我唔知影是，你暗中咧保护梁少安，对无？哼，我若将实情报告给太师知影，将你定罪。你上好是唔当安尼先做，影若无，恐惊死的人是你。我根本就无做对不起太师的代志，你无需要威胁我。你无对不起太师，那呢我问你，你是安怎甲金凤私下讲条件？你是毋是想要找出梁少安身上的秘密了后，然后利用苗疆的人替你出力，反背太师？李素秋，你毋免对我大声声，别人毋知你的野心，而我一清二楚。想袂到你的心机，都比我都较重。想要伫太师的手下做代志，无用一寡脑筋免哪会？别会，这一摆的任务，咱拢无成功。假使讲，咱若要继续咧明争暗斗，以太师的威力，你真了解，对咱哪有好处？那呢自玉的代志，自玉本来就是假，我若无安尼先做，我哪会知你心肝咧想？你上好甲我较细，莫互我掠着你违背太师的证据，若无我互你死甲真歹看。那呢，就等你找到机会再搁讲咯。我有接到太师的考试，我要来前面等梁少安离开。哇，嘿，有够，遮数一下空气咧。有影，知有，啊是比较牛吼，啊有影，啊这足久无安尼吼，啊在外口安尼吹这个空气吼，啊所以讲吼，这偌济钱都无路用。我有感觉讲吼，这脚这个人原在身体健康，安尼就是好啊吼。好。你是刚才讲是有金姑娘放一个弹药伫你的身躯边哦，啊若无到时阵哦，我是恁师哦，我若无你款，我才咔咔哒摸伊笑啊。哎，你这讲到金姑娘哦，我你心肝足艰苦的呢，哎呀，少年都死去啊。哦，我知啦，你叫我莫讲，啊，若讲的时阵，少年会伤心是无？要啦，啊。哦，哎，少安，歹势啦，我毋是故意的，我真正毋是故意的啦。不要紧，时候无早，咱准备头赶落来。啥呀？拢怪我明珠一时来怪错，害伊银花一命见阎罗。你为银花也已经尽心有去做，伊在九泉也希望恁好好。赤家婆，明珠啊，小安无事恁，大家嘛免烦恼，只是一时心肝乱糟糟。你若想要心情好，就爱亲像我，沿路看风景，才唱山歌啊，唱山歌。我跟你讲啦，心肝莫不准，一定爱亲像我安尼，这是阮生咧教安尼。伊讲哦，一个人吼，莫定安尼闭咧房间内，哈，安尼绝对想袂开。啊，你若出来外口吼，然后哪行哪看风景，啊，若无咱阁会当唱山歌。哦，哦，喊钱啦，你看做哦。嘿，你是要跟我讲咧，啊，你讲话后壁看时阵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来去看卖。这是什么意条？顺风。系呀，麻烦你又过来呀。他。王总，快，快点走走，快！水姑娘啊，你这样来才算正啊！哦，你等下来山楂出现哦，你又叫阿登去做山楂夫人啊？卖好量啊！我两个兄弟好甲你保护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两个兄弟好甲你保护，伫遮过个疼命，家清，你拢免烦恼。你放叫我。我救人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就是哪我无，我相信这个皇教以后，嘛无可能有人来甲你解决。我，你就是乖乖顺运较好啦。好，
你什么人啊？你来这么做啥？啊？恁家己有良狗有理，你中间不要讲枉法。枉法啦，本来就是枉法啦。臭小囝，我看你是盐仔饭食伤济啊，想要死啊哟！好啊，免解啰嗦，我跟你讲，这哦，爱好我来教训者，我饮了听得有外淡。好，好，唔走。好，你甲叫一路，我拄着，我当然唔了你。别叫哦，叫这个完蛋了你哦！公主，真多谢你救命之恩。免说多谢，姑娘，你哪会带一个人无端走来这个荒郊野外呢？姑娘，你唔通悲伤，你有啥物困难，你是毋是会当甲我讲？无得甲我会当甲你帮忙。我住喺头前的山顶顶，我自细汉讲小弟啊，相依为命。杨公小弟，强陷害来死，我去县衙找关老爷申冤，因过关老爷叫没收，判对方无罪。又搁是冤情一件，敢讲这个世间上真是无正义。我一个庄囡仔人拄到这种代志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。我前几天有听人讲，当今的圣上要来这山顶的天公庙上香拜拜。我在想讲，是毋是来这所在等？若是等到皇上，我要恳求伊替我伸冤做主啊！皇上，听到皇上2字，我心着惊。天子为何出惊声？谣言唔知有影也无影，一时心头想火鼎，害阮煞来无心情啊，无心情。公主，你是咧想啥物？我是讲。你拄则所讲的，真是皇上会对这经过？我嘛唔知影，我嘛是听人讲的啊。啊，不过至少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机会咧。对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小娘，小娘，我伫这。公主，你救命之恩，我来你再报。我真高兴吼。不要紧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你是要甲谁讲话？哦，你这个听你讲讲话。哎呦，安尼哦，无你拄只是咧甲什么人讲话？甲一位姑娘啊。哈？你甲查某咧讲话？爱伊人咧？哎，拄则迄个姑娘2个歹徒家欺负，我甲伊相救，但是即摆已经走了啊。走？你要哪会互伊走？你较准若搁撞着歹人，啊你毋是白白甲伊救啊？是啊，我嘛感觉真奇怪，伊拄则突然间话走就走，我嘛感觉真莫名其妙。啊，到走就走，哪有啥物稀罕？吼，啊你甲想看觅咧，遐人咧即个做媒人哦，嘛包人一帮，到咧包人一世人哦。嘿，哎呦，小叮当，你会使哦，话减讲一下，吼，你实在咧哦，真不得不进的，无你的代志莫插啊济啦。三个，你这喇叭声音哦，伫远我就听到，见来就见骂我。好啦，掂掂啦，咱赶紧继续去再赶咯，行。巧甲无，恁大家先去镇上等我，我想要来去天公庙烧香者。小等，啊，你若知这个所在有天公庙，但是拄则迄位姑娘甲我讲，我先失陪。我进来。哎呦，三个，你搁要地啊？嚯，拢要对嘛无得对，是讲哦，你甲看觅咧，小安即摆家己一个行，拢无咧招人。伊哦，骨碌怪哦。你家己来莫葫芦怪就真好啊！你是捌啥？因为伊即马心情歹，伊是去迄天公庙，是求天公会当保庇伊家己会当甲传伊的身份，所以即马心情不定，所以你莫去管，互伊去啦。安尼哦。但是我袂放心小安遐伊。你免烦恼啦，咱来去找较近的客栈来去等你，顺便来去休困一下。好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都回去，为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你姑娘，代志办得真好，恁赶紧转去衙馆向太师禀告，就讲梁小安一家人已经为天公庙去啊。过来代志，请太师领队。是。啥？姑娘啊，你咧叫啊？你鬼鬼祟祟，你伫笑我是创啥？姑
你讲的话是啥物话啦？啥物咧鬼鬼祟祟？啊，当我阿妹的树仔后是会当创啥物个？啊，你嘛知影？啊，老岁仔人哦，膀胱较无力，啊，想伫遐方便者，想你嘛咧无意思，发一遐声，互我惊一个。讲你啊，你目睭一直甲我看，要创啥？你家己一个人，伫这真山人的，是要做啥？哦，啊，这个代志我若无讲哦，你当然是袂了解啦。因为今年哦是阮后生要成亲啦，啊，伫阮后生细汉的时阵哦，我有去天公庙哦下愿，假使讲阮后生来成亲啦，啊，我要去遐献愿就对啦。原来你是要去天公庙献愿？讲你，啊，你我那要天公庙啊拜拜。是啦。阿妹哦，我食倒好看，来，老岁仔甲做阵行，来。我还有代志，我先去陪哦。好呢，讲你啊，讲。大人，你看有清楚？有，我看甲真清楚。这个查某就是叫做余素秋。那呢，太师府的人已经知影你的身份啦，所以才叫媒人婆啊，带余素秋啊，甲你相亲。哦，毋对。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，我先想都袂晓咧。到底什么代志？因为这个余素秋甲迄个媒人婆啊，去阮兜讲要甲我相亲了后，啊，阮老母做生意煞，这两个查某怎拢同齐失踪？你是咧怀疑恁阿娘是因两个杀的？无毋对，也毋过哦，当阮阿娘去互拍死了后，我有外甲检查阮阿娘的相片，结果才发现一个大秘密。到底什么秘密？死的人并不是阮阿娘，是迄个媒人婆所化妆的。啥？死的是媒人婆啊？而且我嘛想过，到底这个媒人婆伊化妆做阮阿娘的模样是要创啥？啊是安怎会过向拍死？到底是甚物人甲拍死？既然若是余素秋无死，我相信恁阿娘还搁伫咧世间。安尼就好啊。这件代志吼，我拢唔敢互阮小妹知影，因为伊的个性较冲动，我恐惊伊会误大事。当然啦，这种代志愈少人知影愈好，也会当保护恁阿娘的安全。是啊，但是啊，继续我要安怎做？因即马引诱梁少安要去天公庙，所以这种代志哦，淡薄仔蹊跷。咱袂用代，爱分路进行。我来感谢天公庙保护梁少安，你去追踪余素秋。是。哎呦，明主，烦恼归烦恼，但是物件嘛都爱食。来，加减啊，食一来，来。我实在都担心少安兄，拄则我应该对伊天公庙毋才对。我最喜欢少安兄，哼，好跳都袂跳针吼，啊无想看觅咧，大食神，好男人，早困个晚终身。到底是咧讲啥啊？嘿，哎呦，我跟你讲吼，你竟然真巧人吼，我讲这大堆，你拢听我啦，你。哎呦，好，切一局啊！哎呀，恁两人实在是冲犯，若无见面，哪会一直冤？冤家路窄真麻烦，我互恁气甲大气喘。你又搁咧骂我？大家若有啥物代志，你拢无爱骂伊，你拢骂我。哎，我知影哦，我是无人会臭去食的，我就是个人怨啦。好啦，你若也会骂我，啊无我拜托者，我来走啦。哎，敢若惊哦？哦，安尼啦，敢若袂输咧地动的吼，实在有够够猜错。哦，爱张你就做你张，迄免偌久就搁飘倒转来。来，咱食。那你吃啦？先叫啊！你是要走啦？哪搁转来？对啊，你使讲了，忘记了。太叔，你人家头前惊怪。太叔你才来？敢讲是要来掠咱？袂用个少年兄，伊还佫一个人，我袂放心伊，我来找伊。无咯，民主啊，民主啊，讲行就行，这查某囝是食急性啊嘿！哎呦，师，安怎你去找小安，你唔着互我进来找小安，我唔要找小安啦。唔免啦，互伊去找小安就好啦。我看你对撞太叔，太叔袂讲无言无单来这个所在啊。
义父，夜馆附近我拢安排好势，一切拢照你的计划进行。真好，此事绝对袂用有任何的差错。是。别问，只要你乖乖听为父的安排，过免偌久，这整个的江山将在你我掌握之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义父，皇上敢真正会来这个所在？好啊，这件代志那是为父全盘的计划，绝对袂用宣扬出去，知影？是。也毋过梁小安若有死，总是一个后患。但是这点你放心，老夫已经安排人手去引梁小安去天公庙，到时阵连赵公这般的叛徒也会全部来送死。如此一来，就会完成老夫多年来的心愿，斩草除根，一网打尽。参见太师，代志办了如？一切遵照太师的指示，梁小安已经往天公庙前去。余素秋吩咐属下转来禀报。也那余素秋呢？现在伊无带你转来见老夫。这属下也唔知。都是一个无路用家伙。别分，别分知。你带因两个人去找余素秋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叫伊转来见我。如果伊若是唔肯倒转来吃，你就将这红布包交予伊，到时阵，伊就会乖乖啊转来见我。是。呀。傻笑，老夫就唔相信。你会当变出我手中心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我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怪啊！这个廖白云带迄两个普龙公对遐去，还是咧变啥空啊呢？会使啊！我即马是正人君子呢，对哦。你即马你共看吼，那当作咱查老哦。我想哦，唔通啦，咱来去找小安尼，他要紧啦。等的啦，你甲看卖。虽然这间夜馆无啥物个，也毋过军方困了，水破其中。今年伊阁当着东方木，两在玉池。敢讲是哦，两在玉池，是呀，安尼擦亮，哦，那这梁就算旺呢，那这池，哦，你无发烧哦？你讲这是咧讲皇帝呢？哎哟，那这皇帝哦，伫遮后边讲，哎哟，倒是用抬头呢。哎哟，你那较惊死，也无你偌好命，较惊死。你来去看卖，有听到真大秘密。是你。规章好好讲无错，这是我这个纯情哥，算来你嘛真熬倒，竟然撇在半山坡。你哪知我住伫这所在？我毋哪知影你住伫这个所在，我阁了解你的底细，了解真济。安怎？敢讲无欢迎我？莫安尼啦，咱是相亲相无成，你着变面晓。啊，无照讲起来，咱若牵的，我那亲情关的，上少你嘛要叫我一声表兄。你也想要伤我啊？敢讲你杀死我那尔，还阁无够劲？我无杀死你那尔。海面的迄只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放的故乡，你正亲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
时常思念你，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送天气。